年轻少那优秀。哇，我看到我们这个皮筋儿小蘑菇今天非常的棒哦！哇，抢到头香了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太优秀了哦！欢迎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上来的线上朋友呢，给我打声招呼，给我按个赞哦。先听一下我们的银诺打精致的 CD 专辑，等一些朋友进来的过程中，也欢迎我们的 JOE 大大哦，今天被抢头香了哈！欢迎我们的 JO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连我们的花莲机务段他教我的 line 我把它念成这个桃园机务段啊，真是抱歉，这个搞错地点了欢迎我们的花莲机务段，也欢迎呢我们的侧着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都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呢，哇，最近越来越准时的上来，我们呢这个暖机的时间呢都不需要这么久了，都感恩大家哦。既然呢大家都已经上来了我们就准备来唱一下这个电台的歌曲，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點，予恁來笑嗨嗨，阮的節目袂凊彩。歡迎收聽雨涵的電台，電台會當講通人知，予恁的錢財寶滿厝內，每日會當笑嗨嗨。文化推動的電台，平安順心吉祥感恩，歡迎你收聽雨涵的廣播電台。哇，今天好多朋友呢都上來雨涵的廣播電台喲。然後呢，我們的皮筋呢小蘑菇呢在點名我們的這個淑芬姐淑芬姐還沒來，稍待會等我們的淑芬姐也進來雨涵的廣播電台喲。小蛋仔呢也跟大家做分享了等一下呢再一一的來念一下我們側哲所跟大家分享的，以及我們小蛋仔所跟大家分享的。先來歡迎我們的
PRA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 KLDE 大大之58哈，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Do you work in movies？不要记里我不要念哈，应该是这个，你是不是做这个影片节目的啦？哈，应该是我在猜测，没错哦。哇，感恩我们的花莲机务段的称赞哦。刚刚呢，如果有认真收听这首都马调哦，就会发现呢，这个中间的戏故人跟我们平常呢所念的不一样，是我刚才小小的突锤啦。所以说呢，就现场呢灵机一动呢，随便道出那戏故人，然后就随便讲了几句的四句联，不知道好不好听。如果不错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哦，英文听不懂齁，没错，因为我真的也不懂英文啊齁。但是呢，也感恩我们的 KUN 大大，以及呢 PRATAP 大大齁，Patap 还是怎么念齁？其实呢，这个英文齁，我一窍不通了齁。明天呢，这个台北的天气哦，这个降雨的几率高达30%，所以北部的朋友也要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尤其呢，这个冷气团来到这几天呢，开始有这个冷冷的感觉了。所以说呢，记得呢多加一件外套，要注意哦。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台中的朋友明天台中的降雨的几率呢，这个20%左右。然后呢，这个台南10%，以及呢台东地区也是20%，主要呢都是北部地区哦，要注意天气的状况，以及其他部分呢都要注意呢保暖哦。感恩呢我们的 YOU 这个 YouTube N2K3Y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呢听起来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们的曲奇饼干来咯。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节目哦。那通常呢都是推广戏曲文化，我们的新闻小知识、书籍小知识以及生活小知识，跟大家来线上做互动哦。等一下呢，再来念一下我们的侧折以及呢小蛋仔呢跟大家说的话语哦。也欢迎呢我们的新树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感恩我们的新树呢帮我用英文哦跟他对话，因为呢雨涵这个前段雨涵真的是不会英文啦。也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他说呢 The brother life 什么东西is 这个我不好念，然后后边真正都不好念没一字会晓念的，真是尴尬了这个呢 PRA 大大说 OK， 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帮我呢解答了真尴尬。刚刚呢跟大家报了一下天气之后呢，来我们来唱一下歌曲。刚刚呢有先唱了这首都马调，我们电台的歌曲。再来呢我们先来唱一下这个也是都马调，但是是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哦。曲奇饼干说呢，今天原本要加班的，但是呢，老板也是呢，回家叫我先回家了哦。没问题，感恩曲奇饼干的老板。然后呢，你要跟你的老板推荐，
这个晚上8点钟呢，有这个雨涵电台还不错听呐不到很棒啊，但是呢，可能还不错听。那呢，可以在你做家事的过程中，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中呢，一起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心术师兄蘑菇以及 PRA 大大，还有线上很多的好朋友你后面的英文叫做这个民俗文化传承工作者啊，哇，这个很厉害！我先帮你截图下来我等一下呢再来 Google 翻译一下，说呢到底要怎么念？然后呢，这个心术师兄呢，如果会英文的话呢，加一下我的 LINE，或者是呢加我们的群组呢，跟我们做一下互动感恩大家，我们先来听一下都马调。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事假大义。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哼！向我行本身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地形。罢了，夫妻之间不必将输赢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本身礼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使他洗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谐。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看你过爱，免来啰嗦。怎你听你做会行？怎不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哇，我看到线上好多好朋友的这一些留言我来一一的来念一下，以及呢，刚刚还有我们这个策哲所讲的我还没念到感恩大家上来我们呢，这个老外不知道我在干嘛没有错，因为呢，我也不懂英文，那呢，我只能用这个中文以及呢这个台语来做对话呢，这个呢就是我的缺点了我有办法呢，这个高中时期这个3科的科目加起来呢，正好100分，那你就知道呢，我的成绩是多么的好咯。这个心术师兄呢，还特别来跟我们的这个老外对话感恩你然后呢，也感恩我们的 PRATA 大大感恩你这个呢，这个很 free 的 like 这样子的这个影片这样子的 play 感恩你我只能解析一些小小的用词其他我都不会讲然后呢，这个花莲机务段说超好听的，感恩你感恩。
哦，这个曲奇饼干说呢，哦，有点像男生，又有点像女生，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刚才那一段哈，有男女对唱，所以说呢，你刚才听到有男生的部分也对，有女生的部分也对。诶，那你为什么会听到有男生女生呢？没有错哦，哎，因为呢这一段哦是展现说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他们在吵架，这个驸马呢不小心这个打到公主一巴掌，这个公主当然生气啊，你要下跪给我道歉。那呢就跟前几天一个新闻一样这个呢啊、这个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去到户政事务所呢或者是区公所呢办错这个文件之后呢，这个志工叫他交互蹲跳了。你想这个有可能有人真的会在户政事务所或这个区公所交互蹲跳吗？那也太蠢了吧！所以说呢，这个公主呢就逼他呢，当然你就要给我下跪道歉啊。结果呢，这个驸马就真的下跪道歉了。但是呢，这个公主不原谅他。后面的故事长怎样呢？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讲下去哈。哦，雨涵电台的广播节目，你有吃晚餐吗？有，我有吃晚餐，吃过才上来做广播节目的哈。如果呢，大家呢也都欢迎一边吃晚餐的时间呢，一边呢来这个叫他来搜寻这个郑雨涵的歌仔戏哦。感恩感恩我们心树师兄哦，哇，真的太厉害了，心树师兄。你几岁？你怎么会这个英文啊？也太厉害了吧！你以前是做这个观光业的不然怎么这么厉害雨涵电台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对不对？没错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记得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刚刚呢，彻哲呢有跟大家来做个分享，我来念一下下喽。彻哲说呢，这个真心的美感，吃什么品味，什么每一天呢来一点微微的热情，以及呢接待进来这个直播间，是呢非常抚慰心灵的，以及呢美满的平静顺心热情的直播间的文化观感。在这里呢，你不会感到寂寞，可以感到呢身心的健康。感恩我们的彻哲的鼓励，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我们的小蛋仔关心大家呢天气着凉了要多穿一点衣服。感恩我们的小蛋仔的关心。那呢，因为小蛋仔这一段就有点长我就不一一做介绍了。感恩我们这一些观众朋友呢帮我解析了一下也帮我跟这个 PRATAP 大大呢做个解说。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感恩你再来呢，我们我来看一下我们的主任也叫雨涵是吗？是吗？然后呢，老板打电话来了，所以要先要先回去了。感恩我们的曲奇饼干，没问题你们主任也叫雨涵但是呢，他叫雨涵，他是男生还女生？欢迎我们的花莲机务段你是做这个地质研究以及这个建筑物的哇，那好厉害居然还可以做这个英文的翻译还蛮厉害的。对，你们要合作一下既然有在做这个建筑，有在做这个地质研究，然后呢，这个皮筋的小蘑菇在做这个景观造景，那你们就一起来合作一下吧。那呢
皮筋的小蘑菇，如果呢有这个景观造景呢，觉得还不错的哈，欢迎来帮我们这个雨涵电台呢改造一下哈。今天的主题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个普发1万的现金，你想要如何运用呢？有些人呢，可能投资股票的啦；有些人呢，可能去到邮局、银行做定存的；有些人呢，存在活存账户当做呢，这个备用资金。那呢，你都怎么样来做这个普发1万现金哦？甚至呢，你平常如何这个投资啊？理财呀，你平常怎么做呢？因为刚好有这个普发1万的现金，我就刚好在跟我们同事聊到，我问他说呢，你平常在投这个股票啊，比如说投这个0050啊，投什么之类的啊，那呢你都如何去运用啊？如何看这个股票？那呢他说如果你比较不会用的话呢，比较不会看这个股票的，那你当然呢就去用这个定存。虽然呢定存的这个利息比较低，但是呢也比较稳定一点点哦。那呢你领到普发1万。你都想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它呢？先感恩呢线上很多好朋友哦，不止呢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我们的JOE 大大，我们的花莲机务段，我们的车哲，以及呢我们的 PRA 大大，我们的小蛋仔，还有我们的 KLDE 大大，还有我们的 KUN 大大。以及呢，还有我们的 N2K3Y 大大，以及我们的刚刚被老板叫走的曲奇饼干哈，还有我们的苏冠宇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欢迎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也有人写说这个高雄发大财发大财，大家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乐开怀。雨涵歌仔戏在吗？当然在呀。股票是这个投机的事业对，大家呢风险大，获利高，没错啊，这个就是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大家才会喜欢玩再来呢，我们的天气呢开始转凉了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哦。当然呢，我也希望千万不要这个下大雨啊因为我这礼拜4呢要去到高雄鼓山的日照中心来做公益活动，来做服务。那呢，你们呢？礼拜4有没有什么活动？甚至呢，如果有这个高雄的朋友呢，也欢迎跟我们打声招呼哦。我早上会先去到左营，那呢，下午会去这个鼓山日照中心，晚上呢，一样会赶回来跟大家做直播节目哦。欢迎我们的这个 LAN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哇，也欢迎我们的新的朋友我们的 XIAO 大大哇，这个都认识的。他说呢谢兄好，以及小蘑菇好，以及主播好，感恩我们的 XIAO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呢，不管是我们皮筋儿小蘑菇，我们的心术师兄的介绍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上来做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也感恩呢师父最近进修，所以才有这个这么多人来收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这个就是小七是不是？是吗？这个就是小七姐啊，那我先帮她订阅一下小七姐我帮你订阅了哇，感恩我们的小七姐。哇，小七姐这个这个
名声很响亮哦。这个不管是这个小蘑菇等等之类的，都有在帮你做这个宣传广告哈。欢迎我们的小七姐，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小七姐。然后呢，这个时段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有在做这个直播节目，所以我们小七姐开晚一点，你可以开这个9点的啦、10点的啦，以及白天的啦，我们不要强碰啦这样子呢，观众才会一起上来。开个小玩笑啦欢迎我们的小七姐。以及呢，这个心术师兄说呢，这个把1万发挥到最大值，真的这个好不容易呢赚取这个1万块，这个算是意外之财啦。但是呢，当然大家如果有这个有热心的民众，如果想要捐助，不管是花莲啦，以及捐助这个宜兰的啦，都要注意都要去捐助一下。因为呢，不管是上次的台风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地方呢，都真的是损失惨重。以及呢，这个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是我们宜兰地区的哦。宜兰地区呢，上次这个凤凰台风淹了这个烟波大饭店的这个底下的停车场。那呢，今天开始呢，他们有开始在拖吊出来哦。那烟波大饭店也承诺大家呢，会帮大家呢来负责任。那呢，大家呢要记得哦，多行善事哦。因为呢，我再来是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这个佛教团体的新秀的，等于是实习团长啦。以后呢可能会当上团长也不一定，但是呢，也帮大家宣传一下这些善心事呢，我们要多做一下下哦，感恩大家。然后呢，这个撤者有跟大家做分享哦，他说呢，小孩呢，这个妈妈的辛苦钱这笔钱呢，我们还小，所以说呢，不要砸太多钱呢在鞋子啦，在衣服上，要用你的钱呢，来孝顺你的父母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心情，感恩我们的撤者，也感恩大家上来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心和我自己。哇，他开这个中午11点的哦，没问题。顺便广告一下，你可以上来打字广告一下我们这个小七姐的直播节目在做什么的，然后呢你广告一下，然后呢跟大家讲说呢，比如说是在卖东西的啦，还是在做什么的，跟大家广告一下没有问题，我们互相广告一下感恩我们的小七姐。而且呢，我不知道你的直播节目一次会直播多久啦？那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大家呢，结缘一下下欢迎您哦，欢迎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好多新朋友上来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咯。做善事我是专科的感恩我们的心术师兄。那心术师兄呢，欢迎底下连结呢加我们的赖群组，我们一起呢来行善，以及呢我们呢来宣传台湾的戏曲，我们的歌仔戏欢迎我们的伟成，然后呢这个呢感恩我们的伟成跟我们的钱蛋雨涵，以及我们的谢师兄，我们的小蘑菇以及小七姐呢来打声招呼哦。它是纯聊天的节目哦，蛮厉害的哦。我们小七姐说呢，这个废话美食家别这么说，
我们所讲出的话呢，我相信哦，你都是有构思过的，所以呢，才有办法主持一个节目呢，让这么多人收听你的节目，然后呢，来介绍一些美食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跟大家来讲新闻咯。今天呢，有一则新闻是关于在我们花莲地区的哦，有一个前男友跟前女友呢一起出去旅游，当然呢就住了这个旅馆哦，住了这个饭店。结果呢，这个女友呢，这个前女友呢，不知道是吸毒还是怎样子哦，就暴毙过世了。那呢，这个前男友呢，第一件事情，既然呢不是报警。他是呢协寻他的友人，那看呢要怎么毁尸这个灭迹哦。结果呢，当然警方呢，也先到了，那就查扣了这一些毒品啊等等之类的。那呢也查到了这个前男友以及呢他的同行友人哦。那呢，这是一个蛮严重的新闻，所以说呢，大家不管呢，如果来路不明的咖啡包、饼干等等之类的呢，也尽量呢，不要来食用它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他是一个大吃货，欢迎我们的小七姐哇，大家真的都是帮你宣传的为什么今天的麦克风是这个紫色的麦克风呢？因为我有2只麦克风，一只蓝色，一只紫色啦。我今天穿的全身蓝，我就不可能呢再拿着这个蓝色的麦克风不然呢就看不到这个美观的麦克风咯。这个伟成正在吃饭中，没问题。然后呢，你耳机慢慢听听我们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再来呢，要来唱一下歌曲了。然后，跟他聊这么久呢，不唱歌不行。再来，我们来唱一下歌仔戏曲调中叫做我们这个电视歌仔戏曲调《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故事哦。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鸳鸯光宝七十相绣，心不跨心不离为爱多做举白袖，年年今少老优秀。
头的皇冠变水，天梯乐观天报应，我的悲在孤单，驸马已回归。这首呢是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哦叫做李君蕊，这个名字呢是我们豫剧所取的哦。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歌册戏啦，也可以说呢我们翻版出来的这个戏曲的故事。那呢，每一个剧团呢都有它一定的这个打金枝的戏出。那呢，我们这一次呢重新下去做改编，把它呢参考了豫剧的版本，参考了京剧的版本，参考很多戏曲的版本呢下去做制作。那呢，编剧是我个人钱淡雨涵。那呢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是我们的翁青霞老师。我们的音乐弹奏、音乐设计呢，是我们的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是我们的谢湘涵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那呢，刚刚所演唱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就是显现这个呢公主哦，女生角色。这公主呢非常娇蛮的个性哦。这个驸马的爸爸70大寿的时候呢，这个驸马哦却呢不去拜，这个公主呢却不去拜寿，因为呢我自己的身份地位，我是公主我为什么要去拜寿？这个驸马当然就很生气呀，所以呢这个公主呢假装她生病呢待在这个房间里面哦，她就不出去拜寿，她也不去呢拜寿一下。所以说呢，你刚才所听到的声音呢，是一个女生角色的声音。那为什么叫做钱淡雨涵？我本姓姓郑哦。那呢，为什么叫做钱淡？又是呢，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淡。我来念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车哲呢跟大家说呢，热闹滚滚的直播间亮起来哦，让每个人在这个歌仔戏的美感腔调当中，有着热情，你的心呢跟着这个直播间的气息、文化的展现，可以呢造化空间的美好，点亮每个人的心情平静，以及呢可以说每个人呢信心满满哦。感谢我们的车哲给大家的鼓励，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感恩我们的伟成的赞，以及呢我们这个小七姐姐的掌声鼓励鼓励哦，感恩。然后呢，新树师兄问说呢，小七你听得懂吗？哦，当然是听不懂哈，因为呢，这是台湾的这个台语啦、闽南语的歌曲。那呢，这个电视歌仔戏曲调呢，就是以这个早期哦，这个杨丽花啦、这个叶青啦、黄香莲啦，他们所制作的曲调，所以说呢，现在就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那呢，它有500多首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那呢，如果我们在舞台上，这个手呢张开5只手指头摇一摇，那呢，这个叫做摇摇，就是呢500多首随它弹奏。那呢，如果比较不会演唱的人呢，当然我们就去跟这个文昌老师所做讨论。什么叫做文昌老师？文昌老师呢，就是弹奏音乐的，比如说他是弹电子琴啦，他是拉二胡啦，拉这个卡拉弦啦等等之类呢，这个叫做文昌老师。
那呢，我们要跟他去做，我要唱什么歌曲这样子哈。哦，大致上知道意思了吼，感恩我们的小七小姐，也感恩呢这个我们的小蘑菇说呢，我们的小七小姐已经订阅我的频道了哦，感恩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都在广告我们的戏曲文化以及新闻小知识，以及呢很多的这个小知识哦。欢迎我们的 WANG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你是中国人哦，你是中国的哪里人呢？欢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北市的消息哦。这个新北市呢，这个双溪区哦，这个呢有这个落石砸落，所以说呢，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这个有一些路段呢是封闭的，所以说呢，大家呢雨天过后呢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以及呢山区尽量避免去啦。怕有这个落石砸落，或者是呢土石流，还是呢有这个坍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等一下呢，会有一连串的这个出车祸的新闻哦，跟大家做广告。那呢，也就是大家的行车要注意安全喽。对，我们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哈，这个呢，从小到大呢都是听这个杨丽花歌仔戏的哦，哇，好厉害！那呢，你听到这杨丽花歌仔戏，再来听到雨涵的这个广播电台呢，听起来感觉如何呢？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呢，感觉呢，这个还是杨丽花歌仔戏哈比较好听一点点哈。哦，你是西安人哦。哦，西安是这个兵马俑的故乡啊。哦，原来如此。我下次呢，我先把它截图下来，我再来呢，这个搜寻一下哈。这个呢，直播电台上我们不论政治哈，我们不要讨论这一些到底是这个中国的还是台湾的啦哈，嘿嘿，这个呢，我们直播电台上不论政治哦，没错，不要论战哈，我们是戏曲的推广节目，所以呢不论战哈。哦，是个兵马俑的故乡呢，是呢，非常有文化的故乡哦，所以呢，也不要论战了哈。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今天呢，在这个彰化园林呢，有这个驾驶撞了3台机车，结果呢，肇事逃逸，他就呢，当做没有他的事情就开走了，结果呢，酿了一死哦。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你不撞人，也有可能会有人撞你哦，所以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呢，这个桃园地区有这个特斯拉呢自己去撞了这个护栏哦，而且不止撞一次。那呢，当然呢，路上的大家的路人呢，也都呢非常的关心这台特斯拉，也有帮他报警哦。结果呢，他是没有酒驾反应的，但是为什么会去撞这个护栏呢？也让我们匪夷所思哦。再来呢，有这个新北市的这个行人呢，他违规呢穿越这个呢道路，所以说呢就被机车呢来不及刹车哦给撞上了。你看这个这个 WAN 大大，我们不开启论战哦哈，感恩你啊。如果说呢开启论战呢当然我们就不欢迎哈，感恩你哦哈。
来，欢迎呢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这个新北市的这个行人呢，穿越这个马路所以呢就被撞上了。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以及呢行人在路上不要随意的穿越马路，以及机车当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我等一下看一下他留言留什么没事的没事的，感恩我们皮筋儿小蘑菇。这个呢我们的 WAN 大道你的不要这样子等我一下感恩大家。OK， 我先把它用掉了大家放心没事没事，大家不用担心。小插曲，但是呢，雨涵电台呢很少会封锁这一些这个留言者但是呢，因为有一些论战我们不欢迎所以呢，把你的这个留言先禁止一下下那呢也感恩你感恩真的要稳住心平气和，这个呢师父应该有教我们不要去理会他呢他呢要这样子做，我们呢就让他这样子做感恩也坏了我们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的脾气抱歉抱歉，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大人有大量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呢也给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一个掌声鼓励对啊，这是一个文化的场合，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参与任何的政治色彩，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论呢你是马来西亚的朋友，你是新加坡的朋友，是我们国外的朋友，是我们这个大陆的朋友呢，都欢迎大家。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有政治色彩因为呢这个我们要无障碍的这样子保持我们这样的福气，以及呢我们的可爱让这个文化空间带给我们更好的心情，也坏了我们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的脾气在此跟你说声抱歉，主播跟你说声抱歉感恩你的大人有大量当然呢，在我们这个嘉义地区呢，有这个妇人这个误踩这个油门，以为是这个倒车或者是刹车就不小心把它踩出去了，当然呢就冲撞出去了所以说呢，大家行车要注意安全哦。既然呢，刚刚都已经讲到这么生气的部分呢，带给你们一首比较生气的歌曲在我们 Inoda 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怒气冲冲呢要回府呢，跟这个公主理论说，你为什么呢不去我爸这个郭子仪的70大寿那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电视歌仔戏曲调，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太子金雕领孔明，为父替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心兴。
了万姓。尊神加倍不将礼敬，听诉笑歌，罗君知音，会夫催意论和平。哎呀！山林惊伊小小红兵，困在道边，困在道边，遐尼清凉，不有过爱红花景。来给大家呢唱这一首呢，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代表我们驸马的怒气。那呢也把这个怒气呢截一个小段落，那呢大家都不要生气了哈，感恩呢大家哈。对，没错哈，在这几天呢，几年前哦，走在路上呢，有这个黑衣服的走出来，这个斑马线的路中央，这个汽车呢从我后面呢撞上来。还好呢，翻滚的2圈呢没有事情哦，所以说呢，大家呢尽量在路上要呢穿这个比较亮色系的衣服，不要穿黑色的哦。感恩我们彻哲的分享。真的哈，这个在路上呢，尽量穿一些亮色系的衣服。不管呢，你比较喜欢穿这个黑灰白色的衣服啦，但是呢，在这个晚上时段呢，如果你喜欢穿黑灰白，那我们呢晚上就穿白色吧，就让自己呢有个不一样的这样的心情，然后呢也比较安全一点点哈。没有错，这个呢是一个歌仔戏的文化节目，感恩大家上来哟，感恩我们的伟成，感恩我们的蘑菇，感恩我们的心树，以及小七姐姐，以及呢我们的 JOE 大大哈。然后呢，其实哈，叫小七姐哈，因为我还没看她的频道，我不知道她几岁的人。那呢，我是27岁哈，所以说呢，如果有冒昧不小心叫你姐的哈，请你原谅一下小弟喽。那呢，雨涵电台呢都是呢在做文化戏曲的推广，所以说呢，你看我主题呢打着我们前旦雨涵，也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是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但是呢，其实我小生小旦都会唱啦，所以在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2个角色呢都是由我来所唱的。晚一点呢，再跟大家来唱别首歌曲。现在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现在呢，在我们介绍我们的手作饼干以前，先欢迎我们的美琴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很久没有上来了哈，也感恩我们的线上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分享起来。叫他姐是对的哈，他比我大，没问题哈，那就小七姐，听起来好像小气姐，所以要讲明一点，小七姐姐这样子哈。感恩，我们来分享一下呢，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这礼拜呢，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的经典原味，里面呢有我们的燕麦片，以及呢我们的坚果。还有我们的这个微微的黑糖，所以呢只有淡淡的黑糖香。为什么呢？做淡淡的黑糖香呢？因为呢不要让大家吃得很腻，
以及呢，也让一些不管是有糖尿病的好朋友，也都一样可以吃我们的手做饼干哦。那呢，这个是不论大人以及小孩都可以吃的手做饼干，这是由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的结缘商品哦。为什么呢？叫做结缘商品呢？一开始呢，他们是没有在贩售的，是因为呢，我吃到觉得说，哇，纯天然的，而且呢，是我们素食的饼干，所以说呢，我鼓励他们哦，既然是一个业余的佛教团体，这个业余的歌仔戏佛教团体哦，那呢，我们就开始贩售。那呢，来做这样的结缘，也一边呢，来存一些团费呢，做每年1年1度的这个公演的费用啦。不然呢，都是团员自己出钱哦，这样子也不好。那呢，也让大家认识一心原民戏剧坊。那呢，这个手做饼干一包里面呢是10片，一包是100块。如果呢大家呢有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在我们的资讯栏连结里面呢，可以呢来做这个购买哦哈。这个资讯栏连结里面呢有我们的赖群组，欢迎大家来做登记，来做购买。那我们当然现在呢有这个现货。那呢，这个是可以冰在冷藏冰箱，可以高达1年的。当然哈，我相信回去这么好吃哈，你不会冰到1年了啊。如果会让你冰到1年呢，这样子哈就有点太扯了哈。也欢迎呢大家呢互相来做这个分享哦哈。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这个手做饼干哦。它有没有什么这个脂肪啊，还是蛋白质啊？蛋白质一定会有啊，这个是既然是饼干，一定会有哈。那脂肪呢？它没有油炸过了哈，大家可以放心，这是手烤的饼干哈。那这是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做饼干，那呢也帮他们做宣传，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购买哟。欢迎我们的雨禾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哇，这几天呢，非常多位的观众朋友上来都有叫这个雨的啦哈。像刚刚我们的这个曲奇饼干也分享，他们的主任呢也叫做雨涵哈，感恩大家哦。我来念一下呢，策哲呢所跟大家呢所分享的话语。在这个直播间呢，没有什么看法哈，也没有什么党派以及宗教，没有错哦。不论呢你是基督教、天主教，你是什么撒旦教，你是呢这个道教、佛教呢，都没有关系，都可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因为呢，我主要不是传教啦，我主要只是推广文化戏曲，所以呢，跟宗教一点关系也没有哈。然后呢，我们用真心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没有什么吵杂的声音，所以说呢，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有着欢乐的心，可以呢，让我们这个真诚以及包容以及万象福气满满。哇，万象福气满满，很棒哦！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哈。以及呢，帮助每个人有这种热情的接待，感恩我们的策哲。那他也说呢，大家呢一起呢，来收听这个雨涵电台，可以热闹滚滚，可以度过每天这样子美好的夜晚。昨天有看我的直播，没错哈，感恩我们的雨禾哦。那也欢迎你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聊天，然后呢跟我们做互动，以及呢，给大家推荐一下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哈。也谢谢我们的伟成。再来呢，来跟大家讲呢一个台南的小朋友的故事哦。
一个台南的国小生呢，因为他要转学哦，结果呢，这个呢，他原本在这个联络簿上写的成绩呢是这个98分，结果呢，这个学校给他登记哦是82分。那呢，这个家长就说呢，你这个学校有问题哦，而且呢，他是要办这个转学的手续嘛，你既然登录有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学校的校方是说呢，有把这个考卷呢转交给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姐姐哦，这个比较高年级的姐姐呢，让他带回家，但是呢，两方说辞不一样，那呢，当然互相提告哦。哇，台南人怎么会提告呢？当然哦，这是非常你说严重吗？也不算严重，因为算是一次的这个段考成绩。那呢，未来还有很多次的考试啊，你的人生呢还有很多的关卡，所以说呢，当然哦，如果说是故意的把它登录错误，那就不行。但是呢，如果是一场误会呢，那当然也是不行的哈。为什么7点59分没开直播啊？因为我是8点才直播啊。有啦，我们这个58分呢就开起来了哈，我们的追欧一大大以及呢我们的小蘑菇就已经有上来了哈。我看呢今天淑芬姐可能已经睡着了啦哈。欢迎我们的 LSRA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是一个台南的新闻哦，居然有地方呢卖这个果汁哦，它好像可以自己选这个水果啦，但是呢3杯加起来竟然要750元，你可以接受这个果汁的价格吗？哇，3杯加起来750元哦，有点恐怖啦。对啊，太贵了吧？如果说这个普发1万这个750元喝一次3杯那也可以让你喝个几次而已啦，大概10几次而已，不到20次，那也有点恐怖这个普发1万让你喝这个果汁也不到20次哦，真是有点太贵了欢迎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唱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现在呢，我们来唱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7字连空奏。等一下呢，我们最后呢，一样会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大家也要都跟着我一起来做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锁随人知，阮夫妻好爱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伊爱阮对成行败咧呀，实在太爱乱来。花花的雨，好受亲像孤
羞愧又分开，行行计笑你无非注定悲哀，一句英顺酸叫我自大，往下成现来过牛卖，冤家冤家当真啊，行心抓住彩，精心渐将成地大，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这个七字连空奏哦，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男女对唱，所以说呢你刚才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下子切换男生，一下子切换女生哦。但是呢在我们 CD 专辑里面你可以有机会听到二重唱的部分哦吼，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购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一张才360元而已哈，跟大家做个结缘价。也欢迎呢我们黄旺旺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呢掌声鼓励鼓励，打声招呼。那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黄旺旺呢是我的以前这个音响公司的师傅，也就是呢如果在台南地区，如果你们有音响灯光的需求呢，欢迎找呢这个全盛灯光音响我来打字上来给大家。如果呢大家有需要这个灯光音响的需求，那呢欢迎找这个全盛灯光音响但是呢当然它的行程是满档的啦大家呢欢迎跟他来做预约哦感恩大家。打字给大家上来聆听一下呢这个全盛灯光音响早期叫做我们的旺旺灯光音响啦，那呢也越开越大间。如果呢这个台南地区有音响需求，不止呢找我们百威啦、百歌啦，然后呢百歌啦、汉威音响啦、雅歌音响啦，也可以呢找我们的全盛灯光音响感恩大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那呢我们一样呢来用这个歌仔戏的都马调来做感恩3件事情哦，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一起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现在呢大家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呢是在鼻腔间，是在喉腔间，是在胸腔间，是贯穿到脚底的，还是呢在我们的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脑中，我们都一起来观察自己的气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感恩你今天呢工作上遇上的同事，遇上的主管，
或者是呢在家庭当中遇到你的父母，遇到你的小孩，甚至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朋友，甚至呢遇到的陌生人，甚至遇到的店员，我们都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也感恩我的高中时期我们的全盛灯光音响哦，感恩您。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欢迎大家上来收听。不论是戏曲，不论是新闻小知识，不论是书籍小知识，以及跟我们线上好友做互动，也都欢迎大家哦。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电台，分享至你的脸书，分享至你的 IG， 以及分享至你的 LINE 群组，都欢迎大家喽。也感恩我们的书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旺旺今天呢在家吗？等一下呢再跟你约再送这个专辑过去感恩大家上来收听，也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跟大家说晚安欢迎大家互相说声晚安。感恩今天上来的皮基乐小蘑菇，我们的彻哲，我们的 JOE 大大，我们的伟成，我们的 XIAO， 我们的小七姐姐，我们的新树师兄，还有我们的这个小蛋仔以及冠宇，还有我们的很多线上朋友哦，还有我们的美琴姐，以及呢我们刚才还有国外的好朋友都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宇哲，感恩你哦，也欢迎我们全盛灯光音响的旺旺，感恩你。哇，感恩我们彻哲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化是一种热情的直播间，都能呢让每个人快乐的空间，而且呢美观开阔的心胸走出来，不管呢你是怎样的心态，不管你是孤单，都可以在这个文化的展现时光里可以把握住哦展现你的风度，展现文化台湾的气息，带给大家福气满满。感恩我们的彻哲，感恩我们的新树，感恩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以及呢感恩我们的这个小老鼠这个2727大大，感恩我们的伟成，以及呢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欢迎大家线上好朋友，明天我们雨涵电台再会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欢迎您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我们明天再会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收听雨涵电台所出的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恩大家收音，晚安咯。没有听到的朋友呢，欢迎收听我们的回放节目，感恩大家。将伊使，通洗洗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爱。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永远要搁做，你有能来我好。有叫做骗你讲爱，免来了说，差点感恩大
大家的分享哈，以及挫折呢说鼓励每个人这样子包容万象，福气满满，以及呢每个时段的文化色彩思想赞美这样的空间，以及呢造化美好哦，可以让你们呢有个美好的夜晚，感恩我们的挫折，没错哈，外国的朋友快去快走哈，没错，也是。没问题啦，也欢迎呢他再度光临哦，欢迎我们这个国外的这个朋友哈，因为呢我们线上有我们的心术师兄呢会讲这个英文哈，这个就赢过一半了，你至少呢赢我真的太多了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明天再会喽。我要教死你。自手，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要做的事想要办，不要打落兵的心地改。大公兵做万件事。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佳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予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到，予你过甲稳稳操！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予你钓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小心，无将你，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小气，也歹北宝金寿衣，驸马无够切情义，宁可光阳平。